個唱住跑步機上 fans 殺喘氣啦！喺娛圈跑足8年嘅欣宜，因為打風養咗嗰一日，星期六喺九展展開一連2場嘅處女 show。先翻個巴先。哇！佢呢鋪真係名副其實，使盡渾身解數啊！呢晚嘉賓就請咗 Joey。唔知大家覺唔覺得我同欣宜咧都唔係嗰一種觀眾第一眼望落去，尤其是男觀眾第一眼望落去會吞口水嗰啲類型啊，通常都係反白眼嘅類型嚟㗎嘛。咁咧即係我好早就知道呢樣嘢㗎啦。咁但係我同自己講，既然做唔到嗰類型，咁我就要做一個你哋一聽到我把聲，你哋會喜歡嘅類型。欣宜已經做到咗啦！無論 fans 定 fans 都咁撐自己，搞到欣宜喊足9次，又話大家覺得佢好堅強，其實都有問題解決唔到噶。自爆曾經放低尊嚴喺一個人面前求佢唔好走，但對方始終都係走咗啊！坦言自己之後就變咗，人生冇咗自己，嗰個人係咪佢？ Mark Ryan 就覆返我哋話唔係啊，佢哋嘅關係已經和平結束，嗰個章節喺生命已經完結咗啦。